2020年疫情嘅团的时阵哦，有一个贼偷伫荷兰一间红馆的美术馆提早寄带大约代表将近2亿的反古画作，春日花花园哦，对早3点半伫9月10日，和一个艺术的侦探洗掉咯。这个贼偷是透过第三个人表达讲，想要甲这幅画还回去。找到这幅画的时阵哦，是包装了真好势，放伫枕头套内底，嘛装伫一个蓝色的IKEA的购物袋啊。查拉将玻璃门拍破，探知2020年3月疫情期间创立伫荷兰一间红馆的辛格拉伦美术馆当中，将美术馆为格罗林根美术馆借来梵谷的画头组。这个互人头组的画是梵谷伫1884年所创作的春日花园，春天伫罗宁的莫斯公馆花园，估算7大核心海票1到2亿。艺术侦探布兰德用3年半，总算伫10月找回这幅画。伊真细致拍开蓝色的IKEA购物袋啊，这画就伫内底枕头套内底，佮用泡泡纸包好。It took 1300 days, but here it is, and I will hand it over in a few moments to the museum director, and I think he will be happy. 根据了解，这个梵谷名画伫荷兰头早发生几个月，或者叫做彼得罗希的人为贼偷尼尔斯的手头买走，暗过后来彼得罗希因为毒品走私案件伫各中服刑，伊想要利用这幅画来换取减刑，暗过互布兰德甲警方拒绝。伫这时间，这幅画一直下落不明，一直到2礼拜之前，一个讲事甲窃案无关系神秘查甫人主动联络布兰德，讲伊想要还这幅画。I couldn't believe it, but it's really happening. It's physically there and it's safe and it's in not perfect condition, but it's fine. 荷兰警方艺术犯罪部门证实，这幅画是真的。对早迄个真受注目的失窃艺术品，荷兰叫做艺术界印第安纳琼斯的布兰德表示，确认这幅画就是荷兰头早的梵谷作品，是一生当中上骄傲的时刻之一。公司新闻深入汇编译。